今日我同大家講下點樣能夠喺最繁忙嘅時候做靈修。越繁忙其實就越需要靈修。我哋睇主耶穌就知啦，主耶穌嘅生活係由獨處禱告開始嘅。佢喺曠野裏邊安靜獨處，結果佢就能夠進入人群，完成神主天父要去完成嘅工作。去到人群裏邊，夜晚嘅時候，佢就翻去曠野裏邊。所以你見到主耶穌嘅生活有一個安靜獨處嘅生活，仲有一部分就喺人群裏邊嗰種嘅服侍。繁忙裏邊嘅靈修嘅操練又係一樣有呢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一個內室禱告嘅部分，喺馬太福音裏邊講到係關上門喺內室裏邊同主有一個親密嘅溝通。咁跟住有一個外室嘅禱告，外室嘅禱告就係進入人群裏邊啦。所以繁忙裏邊能夠靈修嘅操練係首先一個人能夠喺內室裏邊去親近神，而慢慢一步步咧係進入人群裏邊，喺人群裏邊仍然心裏邊平靜安穩。今日我想同大家首先介紹一下乜嘢係內室禱告嘅操練。有時我哋靈修淨係有讀經祈禱，其實喺教會歷史裏邊就仲有另外一個層次。我姑且用3個 R 去做一個聯繫，將呢一種內室祈禱嘅經驗幫大家去簡單嘅去點題。第一個 R 係休息，即係話一個人進到內室嘅裏邊，關上門嘅裏邊，睇下安靜喺主嘅裏邊。詩篇46篇10節嗰度，我哋要駐守，我哋要停止，好叫我哋能夠認識神、知道神。呢個知道係一個關係，所以我哋停落嚟嘅目的係同神建立關係。咁跟住我哋就進入默想聖經咧。第二個 R 係 receive，默想聖經。咁喺教會歷史裏邊，起碼有3種唔同默想聖經嘅方法。默想聖經即係詩篇第一篇講到嗰個 meditate 嗰個字，講到我哋點樣能夠晝夜思想，讓神嘅話語進入你嘅心靈。當我哋聽到天父爸爸同我哋講說話嘅時候，我哋好自然就會回應啦。而呢個回應就回應嘅禱告啊，就係第3個 R response。所以內室嘅祈禱最簡潔可以分為3個重點。第一個係休息喺主嘅裏邊，第二個係透過默想接受領受神嘅話語，而第3個部分就係回應主，透過禱告回應主。盼望喺繁忙嘅都市裏邊，內室禱告生活，我跟住會逐個 out receive respond 同埋咧即係 rest 呢3個部分，逐個同大家分享，好叫大家能夠首先操練咗乜嘢係內室禱告嘅心。